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各来到目仔观察。这是一个为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心五望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美国财政部长斯卡贝森过去对关税持保留态度，不过即马伊的思维已经有正大的转变。伊认为川普总统成功把关税正常化，变做谈判桌顶有力的筹码。针对这个转变，伊解说讲，川普总统伫这个议题顶头是对的。伊真早就有甲我讲 ，Scott， 美国就亲像一间百货公司，大家拢想要来遮买物件。只有美国有法度做咱即马要做的事项。贝森强调，外界定定过度关心价小波动造成的惊慌，煞看无关税带来的价值。透过即种吹甲真棒的立场，美国成功予其他国家降低非关税的贸易壁垒。当日本同意甲关税降到15%的时阵，这就变成咱的本钱。这目的毋是为着抽税，是为着创造较公平的贸易环境。针对通膨的烦恼，贝森提出无同的看法。伊认为这是一阶性的价小调整，并毋是全面性长期的通货膨胀。中国是一个完全无同的经济体，因补贴劳工、补贴生产、补贴资本，所以关税是对这种扭曲的修正，毋是单纯的税收。伊进一步表示，关税带来的收入是一个长伫阳气的冰格。伊最后的目的是透过贸易的再平衡来重新振兴国内的生产。伫访谈中，主持人问到台湾针对中国可能入侵的担忧，想要问美国敢会介入。斯卡贝森对此采取非常谨慎而且坚定的态度，拒绝回答假设性的问题。贝森明确表示，美国对台湾的关系维持现状。贝森进一步说明，美国对中甲对台的经济战略合成，伫咧区分脱钩甲去风险。伊指出，台湾伫全球经济扮演足关键，毋过嘛足脆弱的角色。全球经济上大的单一威胁，就是台湾岛上晶片供应中断造成的单点故障的风险。针对若晶片制造搬转去美国，台湾敢会变甲无重要的质疑。贝森直接指出，这是一个有缺陷的问题。伊用一个正传神的比喻来发布，这就像咧问我，若是我买保险了后，我敢会较希望我的厝着火，还是讲我的厝着火的几率会变较悬？这讲袂通嘛？伊强调，供应链徙去美国是为着确保全球经济体系的韧性，毋是改变地缘政治的承诺。贝森伫访谈尾声详细介绍拄宣布的川普户头。
这是一项要解决贫富差距的社会实验。伊指出，美国目前大约12%的人持有88%的股票资产，剩的大多数人主要干透过401k 持有少量的资产。这是股东经济的开端。伫美国，你若无持有资产，就是一无所有。为着改变这个现状，川普政府计划伫未来5年内，为每一个伫美国出世的囡仔设一个户头，寄1000块美金，投资 S&P 500指数，一直到囡仔满18岁。百姓解说这项政策背后的特效，因会亲眼见证复利的力量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当人感觉家己伫这个体制内有股份的时，因就袂想要破坏这个系统。这项计划得到戴尔电脑创办人迈克·戴尔甲伊的夫人苏珊·戴尔的支持，因承诺捐赠62.5亿美金。百姓认为这会改变资产模式，互未来资产家会当直接透过财政部指定地区领用。这是美国历史上持有上大财富的时刻。这是互所有美国囡仔共享美国梦的机会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